咱国内医护人才流失的问题是真严重，昨昏有真青的医护人员上凯道，要求政府都要提高医疗支出，伫咧 GDP 的比例，改善医疗环境，而且嘛应该修法管制医师人力的总量，莫阁乌白开医药学系，甚至是降低国家考试的标准。然后卫福部长许水元是回应讲，人力用法律来管制，安尼并无合理，不过会拍拼来改善医疗环境。青白山医师人员大声唱52支歌，口说台湾医疗环境真差。全台湾的西医、气科医师、中医、护理师、甲药师等医界5大团体，19礼拜下晡有将近1000人伫凯达格兰大道集合，要求政府提高咱国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例，爱甲医师人员做总量管制原则修法纳入法律。总量管制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水杯已经破洞了。人都跑光光，你在那边加水加人是做什么？医师团体是讲，台湾医师人力无够，不是人力不足，是劳动条件真差，人才捞袂调，按过政府煞颠倒操作。最近一直增设医学系、药学系、护理系这原则，甚至传出降低国考的条件，根本是违反公平正义。反增额，反增额。药学生现在目前已经是在国外比例来讲，我们占世界上药师的比例已经是世界第2了，已经是1比15的这个比例。如果再继续增加下去的话，就会有很多的流浪药师。不过，卫福部长许水元认为，因应台湾人口快速老化，加医师人力用法律的方式限缩，这不合理。年纪大的人多起来了。那当然就有那个职能治疗师啦、语言治疗师啦这种之类的人员的一个需求。那总不能说就定死在那个地方，都完全都不能增加。许水元讲，医师人力总量管制较早毋捌入法，也无法律明文规定倒一种职位有偌济人。若是医疗环境会努力改善，互更较济医师人力愿意留任，也是搁倒转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